跟住我哋咧都唔可以叫轉啊，因為咧有開畫畫咧就頭先你講話文房四寶嗰啲嘢咧，咁咧中華文化除咗畫畫之外，應該冇錯啦，大家都聯想到另一個差唔多嘅一種藝術，當然就係書法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咧，請我哋下一位19號佳麗黃許婷。不走龍蛇，江中有油，油中有光。雖未至於鐵或銀鈎，但係都非常精彩，勾畫出呢幾個中國嘅靚字啊！俾多啲掌聲啊嘛！大家見到一個進展寫得咁靚，咁有勢頭，字乃人之衣冠，非常精彩嘅一首字。腹有詩書氣自華嘅意思咧，就係飽讀詩書嘅人咧係會散發出一種獨特嘅氣質。而我今日特別係揀咗一個西式嘅晚裝嚟展示呢個書法，係因為我相信中華文化係中西合璧嘅，係兼容並包嘅。多謝各位。多謝許婷，唔該晒19號黃許婷。